冲冲跳跳又来了！下礼拜来到土壤企业两天起，到礼拜的节目内容里边，就得看到新上老家中，在小朋友的表演上，无论是讲戏、服装，同埋是相当的用心哦。除了歌舞表演，还有神奇的竹曲口水艺术，还有多精彩好搞的内容，千万就唔得错过哦！第一组係三沙四妹啊，為大家帶來精彩嘅歌舞表演、聊天串，兩下日本人哋強下來欣賞咯。年你是天成的，健康烦恼来补天，祝贺娘娘来庇佑，保福世人享太平。三个岁，闹太太，看迎谁子背背头，桌上请用天来放，海嘎汤都小红。想念你是天成的，健康烦恼来补天，祝贺娘娘来庇佑，保福世人享太平。三个岁，闹彩彩，看迎谁子背背头，桌上请用天来放，海嘎汤都小红。第二組係一隊向天帶來嘅神奇竹曲表演，到底有幾神奇呢？一下就來看下幾條嘅表演咯。爹爹起爹起爹爹，爹爹起爹起爹爹，咚咚起咚咚哒，赛起赛起再赛起，讲到好做戏，食材冇容易。人讲好嘅阿厝爱搭地，臭鱼散狗虾嘅天上有道理。好嘅阿大有爱做嘅眼见戏，有爱做到晓年年，很爱好爱些。柳讲册啊，册讲柳，晓得放过来，硬硬晓当过戏，很爱好大鼓，鼓吹卡戏。硬硬晓切落去，上戏做戏有艰苦来有费气，大家一起爱在字，客家文化而来戏，爱靠大家来认真啊来认真。咚咚哐，踩下大，咚咚哐，阿福哥，阿天姑，什么大家？接下來第三組帶來嘅係法律舞蹈表演，讓你聽下來欣賞。
等甲下咧系三只手别一拍，等甲下，哈公莫还打乱台，哈公莫还糖多沙打乱台呀，打乱台。金币机表演的是唔伤害，就是不成，就像个小顽童一样，就像小猴子一样，非常的可爱。因为它长得很可爱，它选的这种唔伤害。可是唔伤害很聪明，又很假会，有当家务做伞啦，做嘛个符啦，做毛的，佢都拢个做的事情咯，讲出来本大家读，啊个做到又唔像，你看做毛的做到像嘛个？不改，像木盖，啊做海咯。三叔仔，做海就像扇梳嘴，就像青蛙嘴，就是唔伤害，可是激动会做。伤害，然后一只树加主板，一只树，还来讲法，伤害主板如果唔记得打。因为紧讲又唔记得打，我都紧打又唔记得又忘词了，嘿，我大摆话呀，打个节奏感，因为佢打呀。都爱一直讲一拍，哎呀，你打跳圈的部分一定要看，好来打跳圈，好来。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对对，咚咚咚咚。哎，都按样的拍子，因为它都是一拍一拍，都要拍咧节奏感，哎呦，把念咪出来，哎样，哎，帮助他念下顺序，哎样，他也是很有兴趣，因为佢。公司的当流量，所以我就不去学了回流腔词考，结果去考到佢就当有兴趣呢，教那只主板哦，又喊来兴趣，因为又上就本去加强佢的记忆力，哎呦，佢旁头就当家就念袂，所以佢英语就念袂咧，当听，啊，去当跳，去当认真，婆婆喊人家陪妈妈谈，妈妈会鼓励我，欣赏臭朋友有带我去说太传哦。带我去说太传哦，因为我吃到搞生意呢，除了要买给你的，要搞给要当唔攀的，故时我都会用两个方法，请给你吃饭，在吃饭的时候都加减的，再个搞一遍啊呢，哎，叫做增加一下印象啊呢，最重要是因为我是宣传师。故说呢，我就会希望我教的学生呢，拢爱强样当学习客家文化的东西，尤其是安尼的语言，我知道语言很重要。语言会讲咧，词的法讲流利，个个都唱当吼，佢就会唱，我客当会讲，所以佢教唱歌，我当家就教佢就会的。所以佢特别就比赛唱歌的演讲比赛、认证考试，全部得奖。因为我想我去学欣赏的东西，爱用人表演，但我表演都真好。我上海打做班的时间，我打唔好，我夹到数，我就会打结，但系我还得亲爱打俩的做班，所以我还得继续练。脚下談到聊先生解說烹調嘅內容，係咪想直接來看下到底什麼樣要幾聰明呢？接下來，Alice 來欣賞什麼樣帶來嘅精彩表演。咚咚咚咚哒，哒滴哒滴再哒滴，上起跳摆真神奇，健身番薯就来用粗皮。粗皮一下上，茶来大人一走无，等甲阿妹地道就用做手上，冲势大家讲爱唔上下，跳舞直直做，讲到做妹爱妹无，做张无会唱无过，讲到做伞爱妹无，做个伞儿大大头，讲到做夫爱妹无，做个夫儿三走做，讲到做海爱妹无，做个海的三叔做，哈讲无海糖多沙大轮台呀大轮台。咚咚哐，踩下打咚咚哐，阿妹姐哐咚起咚哐。